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早讲风台若是来，威力真透，风一个扫过，树栽拢规个演倒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演读演第二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演就是杀倒意思。咱讲演倒，甲人演落；若是讲甲人演倒压起来，咱讲是演拍，嘛会当讲是演摊拍。另外，这个演嘛有两只手抹掉的意思，咱讲小演，也有三国演义写讲关公手举是青龙偃月刀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小演，这是一款比溃力的比赛，先甲对方杀倒的人就是胜利。第二个词读做演倒，嘛会当读做演倒，代表讲是两个人咧比溃力，其中一个人若是甲对方揽起来杀个倒，嘛会当讲是杀倒，安尼就胜利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场小演比赛竞争真激烈，因为两个对手实在无分关系，上尾胜利者靠技术甲对方演倒，摕到冠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